第2章，耶穌為天下人作挽回的祭。我小子們啊，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，是要叫你們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裏，我們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。他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，不是單為我們的罪，也是為普天下人的罪。我們若遵守他的誡命，就曉得是認識他。人若說我認識他，卻不遵守他的誡命，便是說謊話的，真理也不在他心裏了。凡遵守主道的，愛神的心在他裏面實在是完全的。從此我們知道我們是在主裏面。人若說他住在主裏面，就該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。黑暗光明的反對。親愛的弟兄啊，我寫給你們的不是一條新命令，乃是你們從起初所受的舊命令。這舊命令就是你們所聽見的道。再者，我寫給你們的是一條新命令，在主是真的，在你們也是真的。因為黑暗漸漸過去，真光已經照耀。人若說自己在光明中，卻恨他的弟兄，他到如今還是在黑暗裏。愛弟兄的，就是住在光明中，在他並沒有絆跌的緣由。唯獨恨弟兄的，是在黑暗裏，且在黑暗裏行，也不知道往哪裏去，因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。小子們啊，我寫信給你們，因為你們的罪藉着主名得了赦免。父老啊，我寫信給你們，因為你們認識那從起初原有的。少年人啊，我寫信給你們，因為你們勝了那惡者。小子們啊，我曾寫信給你們，因為你們認識父。愛世和愛父的反對。父老啊，我曾寫信給你們，因為你們認識那從起初原有的。少年人啊，我曾寫信給你們，因為你們剛強，神的道常存在你們心裏，你們也勝了那惡者。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人若愛世界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。因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體的情慾、眼目的情慾、
並今生的驕傲，都不是從父來的，乃是從世界來的。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，唯獨遵行神旨意的，是永遠常存。小子們啊，如今是末時了。你們曾聽見說，那敵基督的要來，現在已經有好些敵基督的出來了。從此我們就知道如今是末時了。他們從我們中間出去，卻不是屬我們的。若是屬我們的，就必仍舊與我們同在。他們出去，顯明都不是屬我們的。你們從那聖者受了恩膏，並且知道這一切的事。我寫信給你們，不是因你們不知道真理，正是因你們知道，並且知道沒有虛謊是從真理出來的。誰是說謊話的呢？不是那不認耶穌為基督的麼？不認父與子的，這就是敵基督的。凡不認子的，就沒有父；認子的，連父也有了。主應許永生。論到你們，務要將那從起初所聽見的常存在心裏。若將從起初所聽見的存在心裏，你們就必住在子裏面，也必住在父裏面。主所應許我們的，就是永生。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，是指着那引誘你們的人說的。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，常存在你們心裏，並不用人教訓你們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訓你們。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，住在主裏面。行公義的都是主所生的。小子們啊，你們要住在主裏面，這樣他若顯現，我們就可以坦然無懼，當他來的時候，在他面前也不至於慚愧。你們若知道他是公義的，就知道凡行公義之人，都是他所